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主，咱伫3月份第1主日，嘛会当组织伫上帝的殿，三个来敬拜上帝。虽然外口咧落雨，但是咱犹原确信，出日落雨是主所定，来成就咱万项事的利益。恳求主来甲咱三个同在，互咱会当确信上帝来成就咱的帮助。透过主的带领，嘛互咱会当伫上帝的恩典中来领受大大的福气。咱还未开始分享的大声，三个来祈祷。听阮的主，阮感谢你。虽然伫年假的期间，总是阮犹原持守伫主日的礼拜，互阮会当伫外面气候落雨凉爽的上时，也会当伫教会来领受大大的福气。恳求主是阮看顾，互阮伫年假中间有兄弟出外探亲，或者是旅游，拢看顾因的脚步，互因出入内外拢平安。嘛，互阮伫教会礼拜的兄弟姊妹，拢通领受上帝你的恩典甲疼痛，伫上帝你的看顾内底，互阮拢通得到上帝你的祝福。阮将今仔即个礼拜，仰望伫主你的面头前，也愿圣神运行伫阮的中间，拍开阮的心，将主你的话语放伫阮的心中，来成就阮的勉励。阮安尼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求，阿门。咱伫今仔日要透过出埃及记34章29、19、35节的经文来互相分享，互相来勉励。咱对3月初7，也就是后主日开始，整个普世的教会拢进入到伫大灾祭期。什么叫做大灾祭期？也就是咱备办受难周甲过活节会来到。今年的过活节伫4月1日，4月底的上时，咱的教会嘛开始爱备办整个伫大灾祭期。无论是港台的布置，或者是整个教会的生活，咱拢会来做淡薄的调整。对后礼拜开始，咱的教会为着要配合大灾祭期，伫旧年的中集会，咱嘛有来做一个议决，就是咱对后礼拜开始，总共有6礼拜的时间，周报的封面会来换做是耶稣钉十字架的图像。这嘛是咱郑建秋兄弟的作品，我想通过伫大灾祭期前，伫今仔日的主日内底，就是咱要倒来到伫上帝的面前，来重新来省察咱家己。伫今仔日，咱透过出来及记的经文，其实伫今仔日整个普世的经课表是要讲路加福音书，总是伫旧约甲新约的圣经节落去对照的时，路加福音书你要讲起着耶稣伫山顶变魔的经文的记载，总是伫出来及记者来讲起着摩西对西奈山落来的这个记录，咱通看起着讲过去的以色列百姓伫无顺服的中间来得罪上帝，所以当因看起着上帝应讲的时，因会惊吓。因会不安，所以摩西就要用被来炸起来。伫这个中间，咱看起就讲，做一个基督徒的咱，需要将咱性命的被除去，咱才有法度进一步甲上帝有更较亲密的连接。我要邀请咱所有的兄弟姊妹，拍开咱的圣经，咱来做礼拜，爱会去这扎圣经，或者是家己的手机来拍开，调整到伫台湾圣经公会的网页，咱三个来看出来及记34章29节到35节的经文。伫今仔日的圣经节内底，真趣味嘛真要紧，因为34章的前来甲咱提起着第32章，以色列百姓来做出一件真大的罪恶。也就是因去拜金牛。
所以百姓去拜金牛这项事，伫圣经的记载，无论对于摩西的角度，或者是伫申命记的记录，拢甲咱讲起着这个罪真大，因为因一开始就犯着十诫的第一诫，也就是除我以外，唔通有别的上帝。所以百姓的罪恶，和摩西对西奈山落来了后，伫32章，咱通看见着原本摕两块石碑的摩西来甲石碑甲摔伫涂骹。伫这个过程的内底，咱通看见着摩西真愤怒以色列百姓的罪恶。所以伫这中间到第34章，咱看见着上帝在请摩西再一次上西奈山，上帝要将伊的话来写伫两块石碑的顶面。伫这个过程的内底，咱通看见着讲上帝的话要来成做立约的内容。伫出来记记内底，咱通看见着一个真清楚的代志，就是上帝不断要求百姓爱顺服。所以，如果咱若倒来到伫出来记记19章第6节来看，上帝要立约进前来交代所有的以色列百姓，如果恁若守约，恁就通成做是祭司的国度、圣洁的子民。透过立约来规范以色列百姓，嘛通互以色列百姓会当有教育迄款的身份来配得成做上帝的子民。所以伫即款的前提，安尼来咱做一个头前的了解的时阵，咱倒来到伫今仔日圣经来看，摩西对第二遍对西奈山落来的时，伊的面发光。所以百姓看见着这个摩西的面射出光的时，这个百姓煞惊，唔敢挖困伊。这个记录伫咱华语的圣经，或者是咱汉字的圣经，写讲摩西的面发光。但是咱如果倒来到伫希伯来文的圣经，或者是列丁文的圣经，其实这段的记载来讲起着。百姓看见着摩西的面发光，掠做摩西生角。连准讲摩西头壳顶发角，为什么会有这款的误会？因为百姓所看见摩西的面发光，迄个光所照出来迄款的光的手，互百姓掠做摩西发角。所以迄个惊。伫希伯来文的解说内底，就是惊讲，奇怪，摩西太上山了后会发觉，其实毋是，是迄个光的手，光的即个放射出来，迄个跨度，互百姓掠做摩西来发觉。但是当来到伫汉文的圣经，或者是讲华语的圣经来看的时，百姓会惊，毋敢滚活，咱嘛会当去理解，原来。伫圣经的记载内底，人袂当甲上帝直接面对面。总是即马，咱看见着摩西的面来发光，真要紧的，就是伊甲上帝有亲近亲密的40日。伫这个中间，咱看见着摩西来得到上帝的神性，所以伊的面来发光，代表讲摩西领受着上帝的恩典。摩西得到性命，得到平安，所以现在摩西的面会当发光，等于是上帝的荣耀伫摩西的身上来表现出来。阿伦甲正百姓毋敢近我摩西，因为因看见着摩西面上的光，因会惊，代表讲这是罪的反应。所以摩西若要甲百姓讲话时，就爱先摕被来甲伊的面扎起来。当伊在越头要甲上帝讲话时，就甲被摕起来。所以伫今仔日的这段经文，一个真要紧的名词叫做被。这个被大面，一个真要紧的一个代志，就是百姓的罪盖在伫，因为因无顺服伫上帝，所以因无在条顺服伫上帝。上帝透过摩西来向百姓传达伊的话语的事，这是一个真趣味的一个动作。上帝无要直接甲百姓讲话，上帝透过摩西来甲伊的话传落去，互百姓知。
伫即个中间，咱看见着一个真要紧的一个圣经，特别伫旧约真要紧的神学，就是即个上帝伊温从伊家己。上帝他自我隐身起来，所以伊透过先知摩西的角色，伊要来启示，伊是耶和华，这个真要紧，这个上帝的这个身份。所以透过摩西，咱通看见着讲人甲上帝的关系，伫即中间透过摩西做中保。所以上帝无要甲人讲话嘛，代表讲人甲上帝的关系愈来愈疏远，罪嘛伫即中间来产生出来。我想通过伫今仔日个经文，互咱有真侪爱去思考的代志。但是当我再一次通过这段经文来备办今仔日个讲道片的时，互我会当伫这段经文内底看见着两项事。这两项事来成做伫今仔日咱互相来做伙思考的内容。伫这两项事的中间，第一项，咱倒来到第32章看。32章的中间，百姓因为看无摩西，所以不断要求阿伦、互你，都爱去做金牛来取代摩西原本伫以色列百姓心中的地位，甚至来宣告讲，这只金牛就是带因出埃及的上帝。咱看见着讲，百姓这款期待有偶像伫因的面头前，正做取代上帝的行动，这个动作，等下到伫一般人的心理中间，这证明伫因的心中无平安，因为因唔知影摩西到底现在伫山顶发生什么款的代志。更较要紧的，当因出来去的过程中，有火条、云条伫因头前的时，结果即马拢看无。因烦恼摩西的上时，其实因也上时烦恼讲，到底这个上帝敢有离开因？所以伫这个过程的中间，咱看见着讲，以色列百姓因的犹疑，正做因伫信仰中间，刻目要找到一个上帝，或者是找到一个神明，迄款平安，要爱平安迄款的心理。所以伫今仔这个经文，咱会当看见着讲，百姓无法度直接看见着上帝，这是一个罪的原因，无毋对。总是伫因百姓的心目中，嘛会去猜测，到底敢有上帝？到底敢有上帝？所以摩西来传讲上帝的话，就是来提醒所有的以色列百姓。这个上帝无离开，这个上帝永远存在伫咱的中间，嘛来提醒所有以色列百姓，这个上帝就是拯救咱出埃及的耶和华。所以第一，原来摩西伫这中间要来证明上帝无离开，上帝是存在。第二，咱看见着讲摩西来传讲上帝的话互百姓。摩西透过上帝的话，互百姓通伫敬畏上帝的时，来顺服上帝的话语。伫这中间就直接拍到以色列百姓性命中间一个真要紧的要点，就是要求百姓爱顺服伫上帝。伫圣经的中间，我想大多数这个66卷的经册内底，拢互咱一个真基本的概念：你若有顺服上帝，福气自然就来。对着以色列百姓来讲，若有顺服着上帝，上帝的祝福自然就临到伫以色列的中间。但是伫这个过程内底，34章的头前，为什么要放拜金牛的故事？就是因为百姓背逆，因犯罪需要付出代价，所以伫这中间，咱看见着讲百姓爱重新甲上帝建立关系，转来到伫上帝的面前，甲上帝建立信仰、建立这个关系的中间，互整个的生命会当有新的转变。所以伫这个
过程的中间，咱看起着讲啊，顺服的信仰、顺服的生活，这个行为会直接反映伫日常生活的中间。换一句话讲，对着以色列百姓顺服上帝，自然就会当对上帝表现出对上帝的相信。所以透过摩西传达上帝的话语来加做百姓的教导，就是要让百姓活出圣洁。那百姓有圣洁，摩西就唔免搭配，因为有罪，所以摩西需要搭配来甲百姓互动。换一句话讲，摩西就是伫即中间透过上帝的话，不断来鼓励百姓。爱甲上帝有亲近，爱有顺服上帝的关系。所以通过你今仔这个经文，我想一方面，咱讲摩西这个角色，徛伫上帝甲百姓的中间。伊一方面爱去证明上帝存在，伊一方面也爱去传讲上帝的话。摩西做这个事工真要紧，就是要甲以色列百姓带到伫上帝的面前。互百姓会当甲上帝有亲近、有近握，但是，转来到伫生活的内底，咱看见着早前以色列百姓，或者是现在的咱，其实即块皮一直拢伫咱的生命内底。即块皮其实嘛是咧提醒咱。咱是毋是甲上帝的关系愈来愈疏远？这个皮其实嘛是咧提醒咱，咱敢有顺服伫上帝的话。那徛伫帖刻的解说，疏远，疏远的意思就是互罪有空间，做来到伫人的生命内底。各位兄弟姊妹。加在咱毋是犹太教，因为咱的圣经毋是读到遮。反倒因为咱有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上帝对咱的疼，互耶稣来成做咱的帮站，互即个皮会当摕掉。所以当每一次咱咧吟圣诗397首的时，愿耶和华的面的光来照你。互咱会当徛伫上帝面头前，甲上帝面对面的时，这是一款领受恩典、互上帝欢喜的一个时刻。各位兄弟，伫这3、4个月，我发现伫整个的台湾的社会真趣味，因为整个的社会充满着一个真要紧，嘛一个真趣味的现象，就是一直。咧，甲咱提起着爱趁大钱，特别伫淡水，每一次若要去探访的时，伫路面拢会看到真侪看板，甲咱讲爱发财，却爱趁大钱。我想这有可能是真侪现在人的心声，嘛是咱现实生活的重点。伫这个过程的中间，咱嘛会当理解。若无趁钱，就无法度过生活。但是为着要趁钱，有的人就开始有手段甲方法。伫即几天有机会，伫透早，因为咱拜五有丧礼，拜六嘛有一个追思，所以需要真早起床。结果嘛有会友遮早就敲电话来，但是加在毋是咱教会会友，是较早牧师伫南部的会友敲电话来互我，甲我讲牧师生活足歹过，我甲问讲啊是安那？伊讲我即马伫基山咧种香蕉，因为我较早新学生的时代伫基山教会，卖无计数。足歹趁的，生活真艰苦。我就甲问讲，但是我看电视，无论是新闻还是政论节目，拢亲像讲恁遮种香蕉，那亲像
真好趁啊，吼，安那亲像看起来拢过了真舒适啊。伊讲无，因实际上拄着的生活，就是因为产大量，所以政府来甲伊收起来了后，伫即中间来赚价差。伫即中间，我较小可有明白着讲，原来伫即中间总盘商所赚的价差、所赚的利益，来剥削原地种金少遮的农民，互因的生活拄着真大的挑战。咱若讲较坦白一句话，讲倒霉的都是辛苦流汗的农民。我想透过这款伫咱日常生活、现实的生活中间，咱所看见的问题内底，无需无要去甲咱大家评论讲啥物人对，啥物人毋对，但是嘛，互咱再一次证明一项事：若讲到趁钱，不公不义的事就会发生。伫即款的代志，又倒来到伫咱现实的生活，咱家己做一个基督徒来反省的事。拄则兵方长老的祈祷，互我真感动。伊讲起着咱爱听上帝、听人，迄款信仰的实践，实在是咱现在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爱三角做伙来学习甲操练的功课。伫旧约咧讲10条诫，总是到伫耶稣的时代，耶稣甲伊变做2条，一条就是听上帝，一条就是听人。因为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用听来做中心。等下到伫咱的日常生活的时，可能讲到顺服这2字，大家感觉讲这款信仰的用词伤硬伤重，听袂落。但是咱嘛爱等下到伫咱现实的生活来问，咱敢有听上帝，咱敢有听人，透过安尼来互咱归荣光伫上帝。互咱的性命会当有公义、圣洁来甲上帝面对面，来三角领受上帝的祝福。各位兄弟姊妹，我想伫大灾这期，咱做伙来学习，做伙来思考，咱是毋是有太侪时阵，亲像以色列百姓的固执，只有坚持家己的想法甲看法？唔愿意互上帝有一点仔空间伫你的生命内底，或者是讲，咱是毋是亲像以色列百姓安尼，遮尔啊背逆，遮尔心硬，地教伫咱的生命内底，伫咱的生活内底有太侪骄傲。换一句话讲，倒来到伫咱的生命内底，倒来到伫咱的人生中间。这个关键盖在伫人的心嘛，你的心若顺服，心就会软；心若无顺服，心就硬。所以就互我想起着耶稣伫马太福音书伊所讲的，伊讲：恁的财宝伫倒落，恁的心也伫倒落。但是相对来讲，伫保罗哥林多前书的批信内底，伊就讲起着讲：我们的心几时归向主？那个帕子什么时候就出去？意思就是讲，伫你的心思意念的中间，你敢有定根伫上帝的话语来顺服伫上帝。各位兄弟姊妹，我想伫大灾这期，咱来宣告，咱来呼求，求耶稣来赦免咱。咱爱挖靠耶稣基督，将咱生命的皮来甲伊除去。互咱会当甲上帝来亲近，感谢主，因为上帝的恩典，耶稣基督的救赎，咱好胆会当甲众人讲，咱心中的皮会当摕掉。虽然咱有太侪时阵生活伫罪恶的中间，但是因为耶稣基督，咱来得到拯救。无需期待讲伫后礼拜开始。3月7日到伫4月20，这6礼拜的时间，咱做伙来操练，做伙来进步。就亲像顶礼拜古伦神父来甲咱做个邀请，咱是毋是会当减伫这40日的中间来操练家己
譬如讲，莫食宵夜；譬如讲，咱甲家己习惯的代志，会当甲伊放下。或者是讲，咱减讲别人一句歹话，互咱做伙来学习，做伙来进步，做伙来亲近上帝的时，互上帝的话充满伫咱的人生中间，互咱会当亲像摩西有份伫上帝的应光，互咱毋免过着大怕的日子。求主来请做咱的帮助，互咱的人生有圣洁，会当坦然无惊，甲耶和华面对面。来领受丰富的恩典甲福气，三个来祈祷。天父，听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会听，将你的独生囝耶稣基督赏赐互阮，互阮会当通过耶稣来成做阮的拯救，互阮成做新创造的人，互阮会当通过圣神的做工，毋是只有接受伫石碑顶面所刻的文字，反倒伫圣神伫阮心中所写的批信中间来得到帮助。恳求主带领阮，互阮会当伫顺服上帝话语的内底，会当活出见证，通荣耀上帝，通互阮伫日常生活的中间，会当为主做见证，直到主过来。阮安尼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求，阿门。